在台南有一个赛车的人，伊去互民众翕到因毋若是咧驾驶座，抱细汉囡仔伫咧赛车，甚至佫互一个囡仔甲手放伫咧hand道路顶悬。警方讲，细汉囡仔无坐安全座椅是已经违规，会当罚1500块至3000块的罚款。有民众开车经过台南宁德中山路甲文德路口，看到这种情形。哦，啊，互囡仔咧开车啦。一个差不多2、3岁囡仔无坐伫咧安全座，敢若是厝内人该破掉的，伫咧驾驶座指挥，手放伫咧hand道路顶头，敢若是伫咧算共款一直碰。虽然影片看起来车敢若是停掉的，不过民众感觉安尼也是真危险。是有点危险，对啊，因为没有系安全带，很危险啊。因为如果你有车祸的话，直接是小孩子撞击上去啊。影片铺伫网络顶了，引起大家的讨论。网友认为真危险，警方讲也未接到报案或者是检举。不过看过影片了，违规的事实真明确，已经通知县地驾驶教员说明。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第3项制单举发，我们会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。之前就发生过囡仔无坐伫咧安全椅啊，出车祸时阵，囡仔规人被捡到车祸，所以警方提醒，唔惊一万就惊万一，若是出代志，囡仔绝对会受伤，到时后悔就袂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